恭賀加拿大建道中心35週年。雖然唔能夠喺加拿大現場同大家一齊慶祝，啱啱又係香港嘅開學，但係今年建道嘅開學裏邊咧，我哋用咗一句金句，一個口號係十架震撼超大代價。因為耶穌基督嘅大愛，耶穌基督嘅掌權，我哋無懼人生，能夠繼續栽培神嘅工人、神嘅學生、神嘅傳道人。今年開學嘅時候咧，我靈修讀到哥羅西書一句説話：他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他而立。神係掌權，佢係充滿恩典，所以我哋能夠一生去榮耀神，一生侍奉神，一生去栽培神嘅工人，係無上光榮。建道係1899年成立，今年去到126週年。諗起100週年嘅時候，我啱做老師冇幾耐，有個廣西嘅老同工，佢經歷文革好多典故、好多困難嘅時候，當我哋再訪問佢話，回顧一生，無論幾多艱難，能夠侍奉神係無上嘅光榮。願意同大家一齊去喺神嘅恩典裏邊，喺一個充滿挑戰嘅時代裏邊，一齊栽培神下一代嘅工人。願神祝福大家，我哋一齊同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喺呢一度衷心祝賀加拿大建道中心35週年。喺過往嘅35年，我哋一齊同神同人去到同行，並且彼此嘅連結，我哋一齊學習上帝嘅說話。喺過往建道神學院其實係信奉聖經權威嘅神學院，所以喺呢一度都好想藉住一節嘅金句，就係嚟自詩篇119篇入邊有提到，就係話神嘅話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過往嘅日子，唔同嘅老師同埋牧者不斷咁樣去到解釋聖經，並且好想讓聖經成為我哋生命嘅提醒同埋鼓勵。呢一份嘅同行唔係淨係人與人之間嘅同行，呢一份嘅同行同埋連結，我哋好想藉住上帝嘅話，我哋彼此嘅勉勵，睇到前面呢個黑暗嘅道路點樣照亮前面嗰個嘅光輝，讓我哋睇到人世間原來因着上帝嘅話真係有盼望。好多嘅弟兄姊妹會在迷茫同埋掙扎入邊，甚至教會我哋都會睇到失去方向。但我哋知道，既然上帝嘅話係我哋腳前嘅燈同埋路上嘅光，既然係咁，所以我哋真係好想透過神嘅說話去到燃點唔同嘅弟兄姊妹，讓到唔同嘅教會能夠睇到前面嘅方向同埋道德選擇，喺黑暗嘅時代入邊照亮呢一個唔同嘅角落。所以我都衷心祝賀未來建道都係一個重視上帝嘅說話，並且燃亮更多生命嘅改變，讓更多嘅牧者興起，用神嘅話好好咁樣去到牧養唔同嘅羊群嘅一間嘅神學院。讓大家我哋一齊嚟慶祝，並且守望，並且為呢間神學院去到禱告，祈求主大大嘅使用，讓到更多嘅教會得着祝福同埋提醒。我都好想你繼續同我哋同行，一同去到見證上帝嘅話點樣真實地成為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祝福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總監張雲開。喺呢度為到加拿大建道中心過去35年嘅服侍感恩。我自己喺建道20幾年嘅工作當中咧，係除咗楊偉高牧師係冇機會接觸之外咧，同其他5位嘅中心主任都喺唔同嘅層面同埋程度上面共事過。由黃世賢老師一路到鄭怡富博士、梁應安博士、陸超明博士同埋而家嘅陳偉明博士。對呢件事我自己覺得係好榮幸，能夠參與係建道中心裏面一啲嘅教學同埋行政上面係合作嘅工作。喺呢度係祝願係建道中心喺未來嘅日子服事上面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能夠成為美加華人教會嘅祝福，亦都能夠造就更加多嘅美加華人信徒。我哋亦都係希望喺未來嘅日子當中，係香港建道同埋係加拿大建道中心嘅同行嘅同伙係更加嘅密切，係能夠互相嘅支持，係互相嘅推動喺美加嘅神學教育工作。喺呢度祝福大家。為建道喺呢35年前有呢個遠見去感謝神，喺加拿大建立咗中心，能夠將建道美好嘅屬靈資源同北美華人教會去分享，亦都推動華人信徒去反思生命，更加植根聖經，靈命進心。甚至有機會我喺多倫多嘅時間，去為著建道中心去繼續咁樣求人，跟隨主腳蹤35週年，可以喺未來喺恩典中開荒，吃苦能夠苦盡甘來，讓聖靈如火挑旺，為主火熱去燃點生命，成為更多人嘅祝福。感謝神。喺呢度咧，我祝賀加拿大建道中心成立35週年。感謝神帶領建道中心喺呢一度華人社區服侍35年。我盼望喺嚟緊繼續繼往開來，以上帝嘅道嚟到去更新改變我哋呢個華人信徒嘅生命。喺呢度同時間我亦都祝福一班嘅同工，好感謝神帶領呢一度嘅團隊，有 Jenny 博士，亦都有其他嘅行政同工一齊嘅嚟到去服侍加拿大華人嘅教會。我盼望主加佢哋力量，俾佢哋有精神健康即係充足嘅力嚟到去服侍主。感謝神。大家好，我係文耀光。喺度為到加拿大建道中心成立35週年感恩。30年前，我正喺加拿大牧會，當中心成立嘅時候冇機會到學。過去35年，見證到上帝使用建道中心，以至喺多倫多以至全國嘅華人教會一齊成為夥伴。期望上帝繼續賜福建道中心喺來年與眾教會聯繫生命，與主同行。祝賀！今年加拿大建道中心35週年，我哋一教初同萬研究中心同工祝福
即係加拿大建道中心嘅同工，就係更加可以彼此配搭喺神學教會裏面去祝福更加多嘅教會，當地嘅教會去服侍神。同時也祝福加拿大建道中心嘅同工一同興旺主嘅福音，培養更多神國嘅僕人。培訓更多神國嘅信徒領袖，果實累累。培訓更多神嘅領袖，祝福教會，建立教會，喺教會裏邊咧屬靈生命咧都繼續咧係去成長，追求信仰。祝你哋！恭喜建道中心今年進入35週年。呢30幾年呢，其實建道中心透過唔同嘅課程，同香港建道神學院嘅合辦一啲課程或者本地嘅課程呢，都造福咗好多信徒嘅，包括聖經嘅課程啦，同埋永神嘅課程。祝願咧神帶領建道中心喺前面嘅日子繼續嘅即係有神嘅恩典，透過唔同嘅課程講座咧，嚟到造福北美嘅弟兄姊妹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劉佩婷，喺呢度想恭喜加拿大建道中心35週年，祝你哋喺未來日子大展宏圖，繼續祝福更多嘅教會。多謝大家。